4扣5扣6扣1扣8扣9扣10扣手。回向文，指姓氏、姓李各报自己的姓名，姓氏无力相知庭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功德，回向于方士者前贤，回向于方士者前贤，祈求诸天仙佛菩萨，诸天仙佛菩萨，了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了解患者所有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身心健康福慧增长，身心健康福慧增长，助其减轻病痛，助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病魔折之苦，得以早日康复，早日康复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前线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团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这样录音的结果能不能播放？线上的读经哦。测试看看能不能录这个 Google Meet， 让我线上会线上读经。那怎么操作？线上听到歌的。手机录音，录完了的呢？啊，这个软体。有声音啊？没有声音呢。哎呀 ，Google Meet 没有声音呢。哎呀 ，Google Meet 在使用的过程是要把那个麦克风关掉的。录音程式录出来没有声音呢。录音程式没有办法录 Google Meet 线上读经呢，关掉了，结果录出来的结果也是没有声音的，萤幕录影录出来也是没有声音的，这是要怎么设定啊？